应该是母亲节了。我觉得母亲这个职位真的是全世界最辛苦的行业了，因为没有钱，然后没有薪水嘛，然后要劳心劳力去抚养一个孩子，而且是没有怨言的。所以今天我带来的这首歌《阿布维丘》，其实现在大家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在打拼，可能很久没有跟母亲啊、家人团聚，或者是去打个电话跟他们问候。那希望呢，大家都能够记得母亲节要到喽，要回去跟妈妈过个母亲节。阿布维丘送给大家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